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咱的國家代表團，今年照往例受邀請參加到國際海洋保育大會，但是卻遭受到主辦國肯亞一連串打壓，尤其是訪問團到會場了後，伊講咱有2個成員的簽證有問題，不愛予因入場，隨後送到機場的留置室關起來，手機啊甲護照嘛互扣留。陸委會講，這真明顯，就是阿強啊，佇咧背後，甲肯亞政府施加壓力，嚴厲譴責這款惡質的行為。佇下真正房間內底放一張碰床和一張椅仔，門口甚至有鐵圍離圍條例，這是肯亞機場的扣留室。海委會主委關佩玲鋪文控訴，一位女性學者和外交部的官員接到參加佇咧肯亞舉辦的第11屆國際海洋大會，16號到會場的時陣，卻講護照有問題，袂當入場。兩人隨後帶到機場的扣留室關起來，甚至和手機啊、甲護照嘛叫收走。In 2026. Kenya will host the 11th Our Ocean Conference. 關佩玲嘛講，實際上佇咧這一場 OOC 年會，咱台灣會報名時陣就受到規管打壓。原本報名系統有台灣國籍當選，後來煞總無去，就算真濟擺聯絡透過人工報名嘛，真袂順。有個人已經核准的簽證嘛叫退倒轉來，受到邀請的周邊活動嘛叫取消。就算其他成員也有參與的資格，迄天到會場了後，閣有2位成員嘛禁止入場，放送到機場的扣留室。關佩玲批評，今年會期內底，咱台灣才提出4項承諾，將差不多36億新台幣用佇咧國家海洋管理，受到國際高度關注，卻受到無公平的台區。陸委會就特別講，這是中共施壓肯亞政府，暗度不愛台灣佇咧國際參加活動。這明顯的就是有背後的打壓，我們嚴厲譴責這些用政治粗暴的干預我們國際參與。過去咱台灣無法度用正式官函參與 OOC， 直到2022年，台灣頭一擺用官方的名義受到邀請去到帛琉參加大會。後續佇咧巴拿馬、希臘、韓國的年會攏用台灣名義參與。今年佇咧肯亞舉辦的會期，咱台灣雙方主動，訪團甚至叫關佇咧細間房間，袂當對外聯絡。陸委會就強調，台灣的繼續和友邦國家合作，為國際海洋事務盡心力貢獻。